各位兄姐，新年恭喜大家平安。伫旧历年过了后的第一主日，愿咱带着欢喜感恩的心来到上帝面前，也互咱用心灵甲信实做伙来敬拜咱的上帝。咱做伙来祈祷。主，阮的上帝，阮搁一摆来到你的面前，独独献上感恩。主，感谢你，互阮伫主日的时，搁一摆聚集，会当来领受你家己的话。主，恳求你的信心伫阮的中间。互阮的心拍开，将你的话刻伫阮的心内，帮助阮伫新的一年，阮会当将你的话放伫阮的心内，诚做阮路就的光。主，求你来照光阮规年度的日子。主，阮感谢你，主，搁一摆恳求你的信心临到阮的中间，引带阮，将阮礼拜诚做芳芳的祭献互你。阮的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毋知咱各位兄姐伫过年的期间，咱经验着啥物？有的人是快乐享受家庭温暖，甲咱的亲人朋友做伙；有的人是安怎吃喝玩乐，睡觉睡到自然醒，真休闲安尼来过日子。总是嘛有人真无闲南部北部安尼来走，来探访咱的亲戚朋友，或者是讲咱四过去旅游。虽然是伫欢喜快乐过年的气氛中，我嘛相信咱有的兄姐，伊伫过年的期间，伊必须爱真努力打拼，工作打拼来趁钱，而且呢，阁要面对一个人真孤单留伫台北，也是讲甚至有的人阁要面对失落亲人，因为伫过年前几工，我伫24点钟以来，我接到咱的教会有3个兄姐家庭，因失去亲人。我相信对这个家庭来讲，今年的过年应该是带着感伤甲笑脸。总是各位兄姐，咱做一个上帝囝儿，咱拢爱知影，伫咱的生活中，随时咱拢有可能爱面对着突然来到的事件发生，或者是真侪代志无伫咱的计划中，照咱的计划在进行。总是咱爱确信，咱的上帝伊一直拢在关心咱。一直拢伫咱每一个人的生命中在做工，伊在掌管，而且伊在行拯救。今仔日，咱要通过咱所读的圣经节，要来学习约瑟法。当伊在面对忽然来到的大军队要攻击伊的时，因为咱若是有看圣经，伫历代志下卷17章开始在记载约瑟法，伊已经捌找别人的斗相共，总是今仔日。伊无阁去敲找别人的帮助，伊只是独独定着意思，恳求仰望上帝，抓上帝的帮助，诚做伊的愿望。约瑟法，伊是南国犹大一个国王。伊35岁时，伊选伊的老爸亚撒登基做王25年。伊是一个当以色列联合王国分裂了后。伊是一个会当敬畏耶和华上帝，阁行耶和华道理的，而且呢，伊对南国犹大拄起一切遐个山头大，甲迄个亚撒勒，这个偶像的一个国王。所以今仔日即个圣经中间所记载即个忽然临到的战争，互咱看到即场战争就是约瑟法王，伊领导伊的国家要归向上帝属灵复兴的时阵。所以战争的原因，圣经无记载。总是真重要的是，这场战争后壁的意义，就是属灵的角度。咱要看到，这是一个考试，是一个试验，要考验军队耶和华的约瑟法，甲以色列人，因伫生活中面对着困难、危险的时，这个信仰，因的信仰是毋是有帮助因？是毋是有产生功效？因是毋是独定着意思，恳求朝找耶和华。所以，咱看到圣经在面对试验的时，约瑟法伊的反应。圣经记载第3节，约瑟法就惊。各位，这毋是因为约瑟法真无胆，因为这是人真自然的反应。我就想到几啊年前，当我家己第一届要面对家己单院开刀的时，我家己一个人摕着迄个医生开互我的单院的通知书我就行病院的柜台遐，要办理报到。
登记啊吼。我愈行心就愈惊，虽然吼我要开的手术是真细的手术，总是我第一个反应嘛是惊。同款伫信仰顶悬，有真侪时阵，当咱伫属灵生命想要爱成长的时，也是讲当咱立志讲上帝啊，我愿意投入服侍中间，也是讲当咱决志讲主，我一世人拢要跟缀你的时，就伫即个时阵，试验就要临到。就好亲像，当咱决志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咱的头路就忽然间失去啊。也是讲，当咱决定要参加小组，要过一个团契生活，当咱第一届要去参加小组的路里，咱就无注意来发生车祸。也是讲，咱翁仔某的关系有真明显在改变、在进步的时，忽然咱却发现，咱的另外一半得到重病。所以各位兄弟，当咱面对着试验，第一个反应，咱就是惊。总是惊了后，咱看到约瑟法，伊第二个反应毋是感觉失志，毋是绝望。圣经记载，伊第二个反应就是定着意思，恳求朝找耶和华。定着伫原文的意思，伊是讲将伊的面往一个方向啊，互伊的面往一个方向，毋是讲面安尼黑白看，毋是，就往一个方向。所以伫恳求甲朝找即个字，伫历代志顶悬是一个真重，这两个字是真重要的，因为作者用41解，讲到朝找，寻求。所以今仔即场战争是上帝要考验约瑟法。上帝对约瑟法讲：你讲你要行好，要跟缀我，你要带领你的百姓，互因的灵性来复兴。面对即场考验，你即马是要选择朝找、恳求耶和华，要到伫我的面前祈求我，还是即马你要选择弃杀耶和华，家己去想办法？无的确你想要去埃及招兵，还是要去往北国以色列来讨救兵？请兄弟，伫即个试验中，上帝安尼问约瑟法，总是伫新的一年的开始，咱每一个人拢知，咱伫未来日子中，咱每一个人嘛会拄着考试，咱嘛会拄着试验，咱嘛会拄着困难。咱的上帝嘛同款，要来问咱每一个人，亲爱的囝，你是毋是伫生活的中间有定着意思，要恳求朝找耶和华？亲爱的囝，伫人生的试验中，你是毋是爱朝找我耶和华，还是你要弃杀我耶和华？想要用人还是家己的方法来面对你的考试甲咱的困难？所以今仔日要来看约瑟法伊安怎做。第一个，伊伫试验困难的中间，伊就定着意思，恳求朝找耶和华。约瑟法虽然伊的一生，圣经作者互伊的结论是讲，伊是一个好的王，因为伊有改革，互百姓来往耶和华。所以圣经伫历代志下卷17章第1节，伊讲伊安那，伊是家己强盛抵得以色列，因为无爱南国的犹大百姓，也是伊家己去行北国以色列，才会歹王所行的一切。总是伊犹原有弱点，因为咱若看圣经伫历代志下卷18章，咱看到约瑟法，伊有济财货诶财物，好货财物啦，甲阳光，总是伊安怎有遮尔啊大阳光，甲遮尔啊济财物诶？迄是因为伊有照伊的祖大卫所行的道路，所以这是上帝所赏赐互伊的。总是煞接18章第1节的后半段，马上就接，伊就甲亚哈结亲。什么人是亚哈王？亚哈王就是北国以色列的国王。圣经讲伊是一个真歹的王，因为伊比以前其他的国王拢搁较歹。伊娶了西顿王阿伯力的查某囝亚西伯做某，就去侍奉敬拜巴力。所以圣经讲伊是一个歹的王，因为伊毋但家己无跟缀上帝，伊阁互以色列、互北国以色列的百姓来教伊共款去拜巴力。总是圣经记载约瑟法，伫即个时阵
却要甲伊结亲情，这是一个真奇怪的代志。所以咱就看到约瑟法，原本伊家己无爱以色列百姓，北南国犹大百姓去照北国以色列百姓所行的，伊却去结这个亲情。所以历代志下卷18章，约瑟法甲亚哈结亲了后，约瑟法差一点仔，因为安尼结亲，所以亚哈有一摆有一场战争，就招伊讲：你来，甲我做伙来去相战。因为安尼，亚哈死伫迄个战场内面，总是约瑟法，伊差一点仔嘛要死伫遐。所以当伊对迄个战争转来时，伊个国家的先知亚哈就出来赢钱伊。即个情形伫伊老爸的新州亚撒的新州嘛发生过。历代志下卷16章，约瑟法王伊的老爸亚撒，有一摆伫真困难的环境中。伊甲北国伫相战，总是伊无倚靠耶和华，伊就想要用家己的方法，伊去联合亚述王做伙来拍北国以色列。所以当伊拍了后，先知亚哈尼就是亚哈尼来记伊，而且责备伊讲：因为你倚靠亚兰王，无倚靠耶和华你的上帝，所以亚兰王的军队要脱离你的手。所以先知甲伊讲，毋但北国以色列人要脱离你的手，连你联合的迄个国家亚兰，就是亚述，叙利亚、苏鲁亚的军队也要脱离你的手。你原本是会当直直赢落去，总是即马你已经失去机会。当亚撒王听到了后，伊无谦卑落来承认家己的毋对，反倒伊真生气即个先知哈拿尼。就将伊下伫关伫家内，而且咱看到同款的情形嘛出现伫伊的囝亚哈尼的囝亚哈，嘛是先知。当伊出来压制亚撒的囝约瑟法的时，嘛带互伊同款的信息，就伫历代志下卷19章第20到第30节安尼讲。你当伊伫战争转来了后，战场回来了后，伊就讲：你帮战歹人。听万分耶和华的人合宜嘛？因为安尼耶和华的生气临到你。若是你也有好事伫地，因为你对即个地方拄起亚述塔落，佮定着你的心求上帝。所以当先知亚哈将约瑟法王下伫上帝管家的面前的时，约瑟法伊的反应甲伊的老爸是完全无共。因为当伊的老爸面对上帝的管教，伊是起来反抗，而且坚持用家己的方法去处理问题。总是约瑟法，当伊受到上帝管教了后的时，伊就愿意顺服谦卑伫上帝手下。所以，亲兄弟，当咱面对上帝管教时，咱嘛同款有这两种的反应，一个就是亚撒王，一个就是约瑟法王。如果咱的灵性咱的灵若有够敏感的时，咱应该会定定亲像约瑟法王同款，咱愿意顺服。总是真侪时阵，咱必须爱承认，咱的灵的感觉有当时是真钝，所以至到咱有当时嘛会陷落伫亚撒王即款的情形。总是这并毋是讲咱就无往忙，因为当咱做毋对，咱伫上帝管教中的时，咱爱知上帝的管教，拢了后一定有伊的稳定伫咧中间来供应咱。而且咱嘛要知影，上帝的管教是为着要恢复咱伫咱心中伊家己的迄个形象。爱记得上帝管教，毋是为着要来惩罚咱。所以只要咱肯谦卑落来，咱要知影，上帝管教了后，互咱稳定帮助咱。咱末后的光景，要比进前的光景更较阳光。所以，伫遮咱看到约瑟法，伊接受上帝管教，伊谦卑落来，承认家己的毋对，伊的心毋但无埋怨上帝，伊更较柔软来着上帝。所以，煞接圣经在19章以后，伊阁记载约瑟法的改革，就是伊伫南国犹大每一个所在。有设立审判官来引带教导百姓，
安怎来敬拜上帝，安怎来归向上帝。所以，伊伫上帝面前就更较坚固。所以，亲兄弟，当咱若是伫上帝管教的手中的事，咱毋通硬心，继续硬心，继续背逆。咱爱谦卑，承认家己的毋对。伫上帝面前，咱愿意谦卑落来。等到时候若到，咱会发现，咱的属灵性命会互上帝来提升。而且，咱要知，咱的属灵性命是爱一直来提升。就亲像咱讲，咱顺服上帝，毋是一世人顺服一摆就够啊。咱是真正是每一天，咱拢爱顺服伫主的面前，安尼帮助咱伫咱的属灵性命继续不断来成长。所以20周今仔咱所看的圣经节，就当伊继续改革历史，摩押人、亚扪人，阁米欧尼人做伙联合，要来攻击约瑟法。因的人数真济，圣经记载讲大军队。虽然即时的约瑟法，伊所带领的南国犹大，伊的国家嘛算是袂歹，嘛是军队嘛是真好。总是伊知影，即个忽然来的大军队，毋是伊会当应付的。所以伊一时听到的是，伊真惊，伊讲伊惊，总是煞接，伊就抓着意思寻求耶和华。伊伫全犹大全地。伊宣告，大家拢爱禁食，佮集合所有的百姓，不管男女老幼，拢聚集伫圣殿的头前，众人来到上帝面前，好亲像一个人共款。约瑟法，伊就祈祷上帝讲：上帝啊，我无气力来抵敌遮的对敌，而且上帝你家己捌应允讲，当以色列人有患难的时，伊若是专心来你的时，搁伫你的圣殿来祈祷，上帝你一定会听。即块地是你所收拾的，即马对伫来啊，要对因的手中夺去即个地甲所有的一切。所以，亲兄弟，当以色列人因出埃及，要进入迦南地进前，其实因要经过亚扪人甲亚摩地啊，总是上帝甲因讲：你袂当，你爱因同意，若无同意，你袂当过。所以，上帝无容允伊去经过，也是去侵犯亚扪人，也是摩押人的地，因为这两个民族啊，是以色列人的亲情，所以因就听上帝的话，西路进入伫即块应允地。总是正的人，亚扪人甲摩押人，即马要来抢夺上帝所收拾互因的地，所以伊就向上帝呼求：上帝，你就爱出来，你就爱照你的应允来行。因伫上帝面前谦卑、敬正祈祷，所以上帝的话就通过利未人亚哈谢临到伫因讲，无得因为即个大军队来惊来论，因为即个交战毋是在恁，就是在伫耶和华。请兄弟，当咱若真正定着意思，寻求超找耶和华的事。真正伫上帝管教的上帝面前，咱谦卑落来时，咱就袂软弱，咱就会刚强起来。当咱若一个刚强起来，咱的对敌伊就要惊。咱一个刚强，对敌就开始感觉真不安，开始激动起来。对敌亲像啥物？就亲像耶稣伫约翰福音第10章第10节所讲的，伊讲对敌来，无是爱偷、爱杀、爱灭无。所以对敌来，每一摆对敌来攻击咱，伊的目的拢是想要夺去咱每一个人对上帝听所领受的产业。咱做上帝囝儿，咱到伫今仔日，咱每一个人拢直直咧领受对耶稣基督来的遐丰丰富富的产业。所以当咱领受的时，对敌就真无欢喜，伊真生气，因为伊无愿意咱每一个人得到基督。所以，伊要对咱的心就将对基督所领受的这一切夺去。所以，咱要知，这场战争毋是咱的战争，是主的战争。所以，咱无需要惊，咱只要将家己交互主。当然，当咱家己将家己交托互主了后，咱每一个人嘛爱配合，因为圣经有继续记载，迄讲先知来甲因讲，这个交战毋是在恁。
就是在地上帝。遮以色列人敢有着坐伫遐拢袂叮当？敢有当即个先知讲了后，即个战争就已经过去啊？当然无啊！当然无。虽然胜败得胜是在地耶和华，总是明仔载。先知甲因讲，明仔载你嘛是爱继续出去，落去出去，去赢击对敌。请兄弟，真侪时阵，咱定定拢掠做属灵的战争是上帝的代志。咱每一个人拢会当比伫城州内底，等战争过去，咱才出来。战争虽然是主的代志，总是咱每一个人拢必须爱出去。咱无需要战争，总是咱要亲像圣经所讲的，要落去制定，搁要徛出来。安那，咱要来看上帝，伊要为着咱行拯救，施行拯救，这就是信心。听兄弟，毋是因为咱真疼主，咱伫主的面前谦卑落来，咱伫主的内面就会得到坚固，咱的生活就袂有啥物问题，无啥物困难，嘛毋通掠做，咱有服侍主，咱就袂受到对敌的攻击。咱的生活就会真轻松、真容易，千万毋通袂记，上帝伊并无应允咱每一工拢是出日头，总是伊却应允咱的生活中，咱会得到快乐。甲你边仔的兄弟姊妹讲，咱伫生活中，咱会得到快乐。所以，咱若是伫主的内面得到坚固。咱愈来愈坚固，领受上对基督内面愈来愈侪产业的时，对着就要开始叮当起来，就要甲伊抢夺咱所有的一切。总是咱是毋是爱惊？咱当然毋免惊，因为征战就是在地上帝，毋是在地咱。所以咱做要爱做的是啥物？就是要学习完全交托予上帝，而且呢，搁要配合上帝，咱要出去，行好，行好在，咱要看上帝要用伊的方法，以伊的方式来打赢这场战争。所以咱每一个人就要勇敢壮大，出去，行好在，咱就要看耶和华上帝所行迄个为着咱所行出迄个拯救的行动。就好亲像腓立比书第4章第6节到第7节讲，一切无得看路。独万事就用祈祷、恳求甲感谢，将恁所求的摆在上帝，就上帝的平安搬过一切人所受的教的，要伫基督耶稣保守恁的心、恁的念头。第二个，咱爱伫学路中，咱要听候耶和华的回应。咱要继续来看这场战争征战的结果，20节到21节。圣经记载，隔日因早早起来，出去提哥亚的旷野。出去的时，约瑟法徛伫讲：犹太人甲耶路撒冷徛起的百姓啊，着条啊，恁着信耶和华，恁的上帝就要徛在，信伊的先知就要行通。伊一甲百姓议论，就设立唱歌学了耶和华的，互因穿新佮水的衫。行伫军队的头前，学了耶和华讲，就感谢耶和华，因为伊的慈爱永远伫地。所以当约瑟法王甲百姓因议论了后，因就设立这个唱歌学了耶和华的人出来，而且互因行伫以色列军队的头前，就好亲像安那，因开始在学了上帝，就好亲像因的战争已经赢。各位兄弟，这真值得咱注意，抑阁学习，因为通常啦。咱若要庆祝胜利，拢是等咱战争煞了后嘛，对无？咱大部分拢是安尼。而且呢，咱嘛会当看到啊，伫出埃及记15章，咱看到以色列人出埃及了后，当因过红海，因也无唱歌学了呢。当因看见这个埃及的队兵拢淹死伫红海内面了后，因才开始唱学了上帝的歌。所以伫遮咱看到约瑟法甲因无共，战争还未开始。伊只是根据上帝的话，伊就相信这场战争伊已经赢，而且伊会当伫战争
还未开始进前，因就开始学了上帝，就好亲像圣经所讲的，因为因的信心，当这众人在唱歌学了耶和华的时，上帝伊就派埋伏的兵来攻击因的对敌，将因拍败，而且呢，互因村的人阁互相家己相杀，到伫灭亡。所以当以色列人因徛出来到伫战场的时，因所看到的毋是大军队徛在等伊，因所看到的是济的尸体倒伫遮的旷野，而且呢，毋若安尼，阁有济战利品、财物啊，还是遮的宝贝，拢伫遮的战场内底。所以因用3天的时间，阁收袂完。所以亲爱者，我相信咱每一个人拢真心酸。约瑟法有即款的经验，拄着困难，伊还未去修正，伊毋免去修正，上帝就为伊战赢。恁敢有望咧家己有即款的经验？有无？还是讲毋免啦？若是对伫来，我就走就好。你遐倒一款？是我要选择亲像约瑟法共款。上帝，我真望，我当亲像约瑟法有共款的经验。总是咱要知，约瑟法即款的事会临到伫伊，毋是偶然的啦，毋是不小心的啦，不是偶然的。因为安那？因为约瑟法会有即款的经验，迄是根据伊伫上帝面前的生活，以及伊甲上帝迄个亲密的关系。所以咱若真望，咱会当亲像约瑟法共款，咱就必须爱逐工过着有甲上帝同在的生活。逐工有上帝的话，咱会当甲上帝做伙，逐工生活伫伊的面前，照伊所教示咱的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所以耶稣伊嘛捌讲，伊伫马可福音11章22到24节，伊捌甲遮学生讲，耶稣应讲，恁着信上帝。我实在甲恁讲，既若甲即个山讲散去，迄伫海呢，心无犹豫，独信伊所讲的的确诚，就要甲伊诚。所以我甲恁讲，既若恁所祈祷来求的，是信已经得到的，就要甲伊诚。所以真侪时阵，咱只有看到后壁所写的讲只要咱相信，就会当得到。总是耶稣一开始讲，恁着信上帝。恁着信上帝，就是讲咱相信上帝掌管一切代志。无论即件代志线接的发展是安那，我拢愿意顺服，而且愿意照上帝应允、上帝的心意继续求。换一句话，咱若对上帝有信心，咱就会顺服上帝的心意，而且咱相信，当咱开嘴上帝求，是照上帝心意求的时，无论咱求啥物，只要相信是会得到，咱就一定会得到。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约瑟法王伊会当伫战争要开始进前，伊就先学了上帝，伊毋免等到伊真正看到得胜了后，伊才开始学了。所以，咱看到约瑟法王对上帝有偌尔大的信心，伊会当伫代志还未成就进前，伊就先学了上帝，直到代志来成就。虽然代志成就了后，当因收到济去将济的财物宝贝摕到手了后，因无安尼就是过头欢喜，因犹原无袂记得来到比拉甲沙国。比拉甲的意思，圣经讲就是学了，就是称颂。各兄弟，真侪时阵咱一得胜得到真侪战利品了后，咱就常常很容易得意忘形，咱常常拢袂记得学了，互咱得到得胜的迄个上帝。所以，约瑟法王伊带百姓来到即个沙国，沙国的意思是啥物？毋是真悬的，是一个真低的地啊，低地。所以咱要知影，当咱得胜了后，咱真侪时阵拢会得意忘形，开始骄傲起来。咱要知圣经甲咱讲，骄傲是失败的大先，自高的心就是跋倒的大先。所以当咱自我膨胀了后，咱就开始骄傲，总是骄傲会带咱到伫
败坏、失败的地步。所以伫遮咱看到约瑟法王，伊带着遮以色列百姓聚集伫比拉加的沙国。因得胜了后，因是搁较谦卑，将恶乐甲荣耀拢归予耶和华。所以耶和华就收拾因，四围平安。所以，亲爱兄弟，伫新的一年未来，咱的属灵生命成长中，咱拢会面对着侪试验、挑战，甚至是困难。上帝囝儿永远会受到试炼，总是上帝囝儿有当时嘛，因为家己的倔强、骄傲，互家己陷落伫困境的中间。就好亲像一个3、4岁的囡仔，当因因为因的人生拄啊开始，因要学习真侪新的物件，所以好亲像因拄啊会晓看到人绑鞋带真好耍，家己嘛开始想要家己绑鞋带，还是讲溜纽扣子啊、扣扣子安尼。所以因为咱知一个真简单的代志，对咱每一个人来讲真简单，总是因为细囝因还搁在发育。所以因的手的协调性还未完全好，所以一个真简单的代志，嘛是会互遮的细囝无闲甲安尼气甲要死安尼，阁做无好。所以真侪时阵，细囝真倔强。你若讲我甲你斗相共，无爱，伊拢甲你讲无爱安尼，所以常常互伊家己陷落伫无法度完成，阁真受气的情形。所以我相信，遮囡仔若是因愿意。转边仔的任何大人，甲伊讲：“爸爸，请你甲我斗相共好无？”还是讲妈妈，请你甲我斗相共，还是阿姨啥物？只要边仔的大人甲伊讲一声，我相信边仔的大人拢真愿意伸手来甲因斗相共。总是遮细囝有当时真倔强，伊无爱，直到家己常常陷落伫无法度完成，阁真受气的中间。所以，请兄弟，有当时咱伫信仰顶悬嘛，亲像迄个3、4岁的囡仔共款。伫试验困境的中间，咱就是讲我家己来啦，我会当用我家己的方法啦。咱袂记得，只要咱定着意思，恳求朝找耶和华，咱只要愿意转向耶和华，伊来开喙，只要咱愿意谦卑家己，上帝一定真欢喜帮助咱来度过这的试验甲困难。所以伫新的一年，毋望咱每一个兄弟。咱常常会当将咱的面，常常咱的上帝，咱时时定着意思，恳求朝找耶和华，亲像约瑟法共款，毋拿行伊做大笔的所行的道路，咱要遵趁上帝的话，照圣经的话来做。搁较重要的是，每一天，咱拢爱甲咱的上帝同行，遵趁伊的命令。愿上帝恩待咱，互咱伫凡事顶悬。拢会当定着意思，朝找伊，遵趁伊的命令，互咱伫新的一年，甲咱的主上帝相甲行，愿信心帮助咱定着意思，朝找恳求耶和华，互咱伫新的一年勇敢壮大，毋免惊，毋免论，因为无论咱伫面对任何的情形，咱的耶和华上帝一定甲咱伫地。咱做伙来祈祷。主，阮的上帝，阮阁一届伫你的面前献上感恩，感谢你，互阮伫新的一年的开始，你就应允阮，要甲阮相甲行。主，恳求你来帮助阮，当你应允放伫阮的头前的时，阮嘛愿意谦卑来接受，而且阮愿意用阮的生活来每一天来到你的面前，甲你同行。主，互阮愿意提出阮的行动。来甲你同行，求你来赐福带领阮每一个兄弟，伫新的一年有你的快乐，甲阮伫地。求你来施恩赐福阮，主恳求你伫新的一年，互阮每一个人常常看见你的阳光伫阮的生命中。阮的祈祷靠主耶。